讲到今年的2月天气烧热反常嘛，影响林景甲内子的收成。农业部除了有派人去训练顾客斗落产地了解，嘛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，那受害有到2成以上的，就当向当地公所申请救助。往往这时期是林景内子的开花期，但来到云林高溪山区林景树，只有看到少数的果花，农民就讲。 受到气候影响，林景花敢若开2成，甚至都无开花，未来恐惊都无收成。今年林景都无开花的原因就是阮无雨水，所以都毋捌拄着像今年安尼。那今年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啦，就是讲这个奶子，准备的奶子甲这个林景农民是完全伊的果树拢完全无开花的状况。高人就讲。 过去嘛捌拄到气候未顺，只有开花3到4成，但今年花开的情形搁较歹。赶紧通报当地公所民代，会同农粮署农改场等单位会勘，认为是气候异常所导致，已经请公所统整具体受损。这款气候关系，确实会导致这个情发生所以咱即马就赶紧来向农业部做这个反映。很多的田区都显示说，今年因为天候的关系、高温的关系，影响了它的开花。 那后续我们将汇整所有我们勘查的资料跟状况。农业部3号暗时公告，云林林景内子是2月份高温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，乌药内子和林景每公斤救助62000块，玉荷包内子和玫瑰红内子等新品种每公斤救助10万块。若有受损超过2成的果农，要赶紧到公所申报以减少损失。记者用云林报道。